面對咁千載難逢嘅商業時機啊，好多香港商家仲喺度瞻前顧後。正所謂啊，執輸行頭慘過敗家。依家嘅小紅書真係好火爆，每個月嘅活躍用戶人數啊高達2.5億，香港都有大概250萬名用戶喺度使用。呢個平台有住好大嘅流量池，但係香港區嘅商家入駐率遠遠低於內地，所以市場競爭咧比較少。面對咁千載難逢嘅商業時機啊，好多香港商家仲喺度瞻前顧後，擔心投入咗又冇回報，一直喺度觀望。結果一啲嗅覺敏銳、捉得住商機嘅香港老闆咧，已經搶先一步揾專業嘅代運營公司安排入駐咗小紅書㗎啦。等到其他仲喺度觀望嘅商家反應過嚟嗰陣時啊，市場嘅先機咧早就已經俾競爭對手搶走晒㗎啦，客源咧都已經俾人哋吸引走埋。到嗰陣時再入駐，競價流量嘅成本咧就會更加高啦，推廣嘅難度咧亦都會大大咁增加。正所謂啊，執輸行頭慘過敗家，所以咧建議有意向做小紅書推廣嘅商家一定要盡快行動，搶佔先機。不過做好小紅書前期嘅門檻比較高，涉及好多專業嘅內容，建議都係揾翻專業嘅團隊提供諮詢同埋幫助。如果有任何問題，都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低啦。關注我，帶你喺香港玩轉小紅書。